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質疑耶穌的權柄。路加福音20章1至8節。有一天，耶穌在殿裏教訓百姓，講福音的時候，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上前來問他說：你告訴我們，你仗着什麼權柄做這些事？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？耶穌回答說：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，你們且告訴我，若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，是從人間來的呢？他們彼此商議說：我們若說從天上來，他必說：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呢？若說從人間來，百姓都要用石頭打死我們，因為他們信若翰是先知。於是回答說：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。耶穌說：我也不告訴你們，我仗着什麼權柄做這些事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。20章1至8節開始記述宗教領袖對耶穌發動攻擊嘅序幕。根據19章48節所講，耶穌日日喺殿裏面教訓人。我哋知道20章1節嘅有一天，並唔係個別事件，而係天天如是。宗教領袖向耶穌提出嘅挑戰題，仲未算直接攻擊佢。正如19章48節所講，佢哋因為怕百姓，所以唯有諗辦法揾出耶穌嘅罪，使百姓唔再尊崇佢，佢哋先可以下手除滅耶穌。講到底，領袖們最驚係邊個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從耶穌進聖殿掃場、教導同回答領袖挑戰嘅事件中，我哋睇到唯有耶穌先至唔懼怕任何勢力，單單遵行父嘅旨意。當時耶穌冇同長老正面衝突，唔係因為驚，而係佢嘅時候未到，因為佢最後都冇逃避讓人釘佢喺十字架上，所以我哋深信呢一點。既然係咁，我哋見證神亦需要考慮時機，亦要用智慧，並好似耶穌一樣洞察人心。聖靈叫路加能夠將長老嘅心聲都寫落嚟，顯出耶穌洞察人心嘅能力。例如，唔好喺人哋遭難時就即刻話神拯救你，因為佢當刻可能需要先被安慰同一啲止血嘅救援。唔好喺人哋犯錯嘅時候即刻用聖經審判佢，佢可能需要你幫助佢先面對犯錯帶嚟嘅後果。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